2025年10月24號，麥當勞啱啱食完，好多人。今晚係一隊唔知韓國定大陸 band 啊，所以好多國內啲人落嚟睇。麥當勞我第一次咋，要企喺度食啊，所以都食完嗱聲落嚟，啊望埋去，全部都係啲大陸女人，不過就好年輕嘅喎，化妝化到古靈精怪，哎呀！我平時坐開嗰個竇都冇位添，而家46點，唉，去邊度好呢？去邊度揾位坐下等時間呢？6點咯，睇啦，望埋全部都係呢啲咁嘅女人，咦？閃燈都出嚟賣咯喎！啲場應該都好收得㗎，呢啲大陸 band 或者韓國 band。好啦，入去啦，唔好理啦，真係冇位坐又直接又去簽到嗰度坐啦。啊，唔影啦，過馬路。收工啦，成排人一齊，所以都冇影到。翻到嚟藍田樓下啦，行翻上樓啦，所以影一影啦。咁啊，今日都順利。嗰隊樂隊而家我都又唔記得咗叫乜鬼樂隊啦，算啦，得啖笑。不過就大陸人睇好多咯。好啦，上樓啦，唔影啦，聽日開工再影啦。10月25號。第二日又翻嚟紅館，今日早咗啲，因為今日翻6點，而家4點半。尋晚嚟到呢度，諗住麥當勞啦，嗱臨，點知我都第一次喺麥當勞企住食個包，咁啊冇辦法啦，今晚唔好滯啦，都係嚟翻都會早少少，起碼坐低食啦。見到呢啲人呢，全部都係國內嗰啲歌迷嚟㗎，古靈精怪，都有啲靚㗎，但係有啲都有啲客人啦 ，OK 嘅，全部都年青嘅，啲大陸歌星啊，我睇咗第一晚，個個都話，啲同事都話呃錢嘅。唔緊要啦，國內人啲錢好易呃，睇好似前面呢啲，全部都係國內人嚟嘅。哇係，食飯都可能悶悶地，不過唔好理啦，都喺呢度食啦。唔食就冇得食啊！好啦，咁啊做埋今日啦，有啲活動喎。